徛在地看世界，来看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7000万人了。敢若伫美国就占1/4，超过250万人来确诊，而且有36个州的确诊数拢冲悬。美国副总统潘斯嘛因此来宣布取消原定伫重灾区的造势活动。欧盟预定伫7月初1要对非欧盟国家来开放着边境，但是美国一直无法度控制疫情，所以欧盟的出入境的名单可能会甲美国来排除。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人烧酒去耍水，也阁看过无几个挂喙暗。全世界病例过去这几天来超过1000万人确诊，敢若伫美国就占1/4，超过250万人为着，至少有36个州的确诊人数拢增加。在防疫速度方面，美国已经差其他国家一大截。数字显示，欧盟确诊人数已经有慢慢降低，不过美国却是无明显下降的趋势。就算欧洲的重灾区意大利嘛，挖开了积极的体检、长期封锁措施，以及追踪接触史，成功降低确诊的人数。不过像美国、佛州、德州、亚利桑那、加州，愈来愈严重。 The U.S. response is just lagging. We're not do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keep physically distant. We're not across the country scaling up contact tracing as effectively as needed so we can prevent cases from exploding into clusters and outbreaks. 美国联邦政府固在各州家己防疫，并且家己决定是不是要封锁甲解封。部分的州着急要解封救经济，这嘛是确属其他国家的原因。 But the window is closing. We have to act, and people as individuals have to act responsibly. 官员苛刻民众要配合防疫，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甲副总统潘斯到公开场合，就是无要挂喙暗。政府总统歹带头，嘛无怪真的民众对你无要无紧。